關於我自己都唔知要如何介紹。我叫 Harris， 一個 HKDI Year 2嘅普通在讀學生。Video 1秒有25格，而 photo 只得1格。有人話25秒更容易表達內容，更易俾人讀懂。又有人話1格更容易表達重點，更易表達感情。於我而言，無論係25格定係1格，都係記錄攝影師當下嘅心情同埋真實感受，用自己嘅鏡頭表達自己想說嘅故事。而25格同埋1格都只不過係其中嘅敘事方法，重要嘅係記錄時間。我中意周圍行下、走下，停低睇睇路上嘅風景，所以大大小小都行過幾個城市。除咗係攝影師，我同時亦係一位初級嘅西式廚師，亦都因為工作而中意烹飪。我中意烹飪嘅時候控制一切嘅過程，以及去品嚐唔同嘅美食。所以我應該算係一個會為咗興趣而付出時間學習嘅人，唔代表我每一樣嘢都要學得出色，只係純粹享受每一次學習過程。除此之外，聽音樂係我平時最大嘅愛好。基本上做任何嘢嘅時候，我都會播放少少背景音樂，咁樣可以令到我集中注意力嘅同時，亦都舒緩到壓力。呢個就係我一個簡單嘅我。